因为疫情加上这美国电影业罢工的影响，彰化市内老二和老招牌电影院宣布12月初一开始要暂停营业。这消息一出来，真侪彰化人拢感觉真可惜。到时阵彰化只剩原念一间电影院，停好看电影尔。电影院门口会当看到暂停营业的公告，这是彰化市唯一一间的电影院。业者表示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加上美国电影业罢工，根本无电影通放，只好宣布暂停营业。知影消息的民众拢感觉真可惜。学生的时候有去过台湾戏院的，现在要听到它收起来，就觉得小时候回忆一个不见了啦。觉得蛮感伤的，因为这样就等于说彰化这边几乎都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去看电影，都要跑到外县市去了。去年才宣布收起来的彰化戏院甲台湾戏院是同一个头家，如今两间拢收起来了后，彰化县只剩园林一间电影院尔。园林电影院业者表示，以因来讲，整体收入减超过3成，学生囡仔减少嘛是影响的原因之一。以前都是平日本来就是要赔钱的东西，你假日会来补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连可能假日都 cover 不过去了。你像我们彰化的话，你看就没有大学生了嘛，中州已经倒了嘛。明道也一样嘛，大业招生不足嘛，就少了几万人了。年轻人本来就是电影院的主要消费族群嘛，那同样的别的县市，我相信以后也慢慢都遇到这个问题嘛。业者讲，除了人口变少，现在影音平台 OTT 长兴，民众看影片的方式变多元，拢是造成电影院恶经营的原因。民众爱愿意来电影院支持，电影院才有法度继续生存落去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